話咁快咧，而家咧已經出咗有6隊嘅參賽單位嘅呢個合唱組別。咁咧跟住落嚟咧出場嘅咧就係嚟自 BU 浸會大學嘅黎楚琳 Claudia 同埋張嘉希 Sabrina。佢哋演唱嘅歌曲係咧失落沙洲 Crossover 會呼吸的同幾特別喎，有請！哇，又係好多 fans 喎你哋。Sabrina 定係 Claudia 咧？我係 Sabrina。Hello Sabrina， 咩事？咁啊，隔離呢個就係 Claudia。啊！咁啊，見到咧，你哋咧就哇喺人才鼎盛喎，有5位成員喎。你哋本身咧會唔會係已經不嬲係搞開 band 嘅？你哋係，我哋由中學開始㗎。即係幾多年到咧？大概計翻6、7年。哇，6、7年啊，應該好有默契㗎咯喎！會唔會本身都有隊咩隊名咁樣㗎？我哋叫 Client。哦，大家記住啦喎 ，John Fans Club 啊，係 OK 嘛 ？OK， 好，呢個時候交個台俾你哋，加油！
Thank you。好，唔該晒。跟住落嚟嘅